胡蘿蔔，胡蘿蔔，胡蘿蔔。點解呢兩個孩子硬係發唔出準確嘅胡蘿蔔呢？其實胡對佢哋嚟講係唔難嘅，但係蘿蔔就難到佢哋啦。除咗聲調嘅影響之外，智慧超群嘅你都應該注意到啦。其實蘿蔔兩隻字嘅拼音雖然分別寫成 LUO 同埋 BO， 但係佢嘅韻母發音係完全一致嘅。咁點解薄喺拼音入邊有冇寫成薄呢？我哋係靈知。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普通話拼音波破摩科少咗啲嘢。睇翻漢語拼音音節列表，我哋會發現 O 聲母同埋 W 聲母係呈互補分佈，冇重疊嘅地方。而有趣嘅係，兩個韻母都代表 W 呢一個雙元音，只不過 O 韻母只係用嚟配搭純聲母，而 W 韻母呢就配搭其他聲母。因此，胡蘿蔔入面嘅螺同埋薄寫法雖然唔一致，韻母嘅實際發音係一樣嘅。咁點解偏偏波破摩科要將 W 入邊嗰個 U 攞走嘅呢？我哋認為要考慮到唇音嘅特性，唇聲母後接 O 韻母嗰陣，由雙唇緊閉到形成 O 嘅口型嗰陣，期間容易形成介音 U， 即係唇音化。所以拼音方案雖然寫成摩等等，但係亦都唔影響用家講成摩。於是方案嘅制定者就會將波破摩科寫成波破摩科。台灣常用嘅注音符號，佢嘅拼寫都有相同嘅情況，寫成波破摩科而唔係波破摩科。其實我搜尋資料嗰陣，亦都有注意到其他嘅原因，例如唇聲母係冇開合嘅對立。開合係漢語音韻學嘅術語，係開口同埋合口嘅合稱。開口嘅漢字有烏介音，反之就係合口。喺缺乏介音嘅廣東話，得間、關、勤、群等等有開合嘅對立。喺普通話，好多音節都有開合對立，例如單、端、間、關、山、酸、粘、磚。唯獨是係唇聲母係冇呢一個對立嘅。呢樣嘢令制定者將波簡寫成波。總結一下簡寫嘅三個原因：一係考慮到唇音嘅特質，二係減刪私用嘅字母，三就係照顧到先前嘅漢語音韻系統。精通漢語音樂學嘅你又覺得點呢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